台语世界真情实意，文录音陈金泉，校对林阿高，2022年2月初2。疫情的关系，这2冬来大家拢自然尽量减少见面聚集。虽然也有电话联络甲视讯，毋过有缘感觉搁欠骨仔味真实。借着顶半年来有防注射的普及，甲防疫措施调整，疫情缓和，甲餐饮业的逐步开放，自我管理的民众渐渐放松心情，开始出外活动。本来密切的街路甲店头，这个时阵嘛开始闹热起来。去年11月中，接到南部的教授朋友讲，伊要转来北部，佮已经伫信义区义大利的餐厅搭安东尼奥拜随意鸟地方定位，约我做伙食饭开讲。咱的朋友对南部来相找，佮安怎无用，嘛应该着找空过旁，甲伊见面食饭啉咖啡。将近1冬无做伙，讲袂完的叮叮当当，分享虽然生活上的点点滴滴，互相鼓励，彼此关心，配合着餐厅真水的装摊甲气氛，实在感觉真欢喜，嘛足烧脑。用完餐，服务生毋若送咖啡饮料，煞搁送来生日鸡卵糕。这位好兄弟实在是足大心。还记得几日后就是我的生日。原本想讲今仔日是甲四常相约食饭同款，谁知影伊煞点点啊出这招，互我一时阵毋知着讲啥。目前淡淡，简单甲伊的手牵咧，直直讲多谢，心内是充满欢喜甲感动。回想这一生，平素甲人斗阵，单纯诚恳，热情实在，敢若感觉拄到的拢是好人，所志入的拢无歹人。若认真爱我，算看到底撞到几个对我歹，甚至有伤害我的。勉强要算5支枕头啊，应该拗无3支。其实以我素来就袂甲人相争计较的个性，若拄到恶意的批评甚至攻击，通常是无要去辩驳，采取沉默冷处理，因为事久见人心。若了解误会就自然会无去，无必要气心落命去争甲暗滚滚争歪歪。这就是我常常咧讲的，若拄到意见看法无同的时，上好就是提出善意的批评、诚恳的建议。所以我深知凡事计条，免抢买额头，免钱免抢，甲人斗阵着诚恳热情，坦白慷慨，莫目头悬。看悬无看低，毋嘛会当自然甲国占优势的人斗阵，嘛注意到同你周围较弱势的朋友，成做一个温暖佮受欢迎的人。